来乡亲啊，新一波的寒流到位，先来看半暝2点，这个合欢山过来落雪咯，一直落到透早5点外。武岭的积雪有1-2公分高。虽然今仔日是拜日爱上班，也是有不少的民众请假就山去看雪。要去哩武岭的半路啊，有车辆虽然是有挂帘啊，也是一直来处理，搁差一点啊去甲人弄着。 这波寒流有甘水气，武岭监视器翕到合欢山为透早2点落雪，落到5点，再去9点左右。武岭上雪楼一带有落米雪，虽然今仔日爱上班，也过有民众请假，专工为高雄上山来赏雪。你请假来，你不叫后头家看到你吗？我早暝就起来呀，我看今日落雪。安尼好，你为倒位来呢？高雄。我们从屏东来的，超开心的，好开心啊，太值得了。武岭积雪差不多有1-2公分高，观景台楼梯拢盖一层雪，民众赶紧摕来耍。也就在这边啊。你那个鼻子怎么那么长呢？他说谎嘞。第一次看到雪吗？对，第一次看到雪。你们从哪边来玩的？从越南。有登山客本来全副武装要攻去山顶，也不看到遮高的雪，只好先停伫武岭。 我们要去那个马海埔富士山，因为到雾社那边下雨，然后才改到这边来。尤其想要去便所，因为武岭便所的水槽已经结一连冰啊，水路管的水嘛已经结冰啊。合欢山的厕所没有办法供水，因为已经结冰。哎呦，我小心小心！上武岭的车，就算呢已经有到雪莲啊游玩空旷，险要弄到人。连续上的拖吊车嘛是同款，吊车倒是树林莲啊，一个架入去了，无法度驶，造成塌陷。这个是简易型的。对。这个可能要请人家来拖。因为路面结冰，全台湾唯一台测试车不时咧出动。 随着寒流增强，愈换愈湿冷，有一个乡亲是专工起热雪。